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贷。现在这个银行人银行从业者日子也不好过各个银行都在卷消费贷。这两天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你比如说5月29号，每日经济新闻有一篇报道，叫消费贷猛卷，互换消费贷，利率优惠券，自掏腰包贴息。为了完成指标，银行人有多拼。还有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银行员工完不成消费贷任务，1周扣300。有银行员工自掏腰包贴息拉业务，反映的都是银行在卷这个消费贷。银行为什么卷消费贷呢？我们看看这个每日经济新闻它是怎么说的。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走访深圳、上海银行，发现大部分银行消费贷利率执行最低3%利率但也有银行通过消费券、优惠券方式降至3%以下。有银行员工为完成业绩考核自掏腰包贴息，让客户实际负担，利率降至2字头。同时，社交平台上出现互换消费贷帖子，银行员工互相办理对方银行消费贷业务。随着消费贷成为银行零售信贷重要增长点，基层员工任务压力增大。专家表示，消费贷利率普降不现实，银行需打造自营获客能力。简单点说就是现在银行员工变成求你去贷款。我记得这个10几年前，或者你再往前倒20年前，那绝对是银行员工的任务是拉存款，七大姑八大姨的把钱存到他们银行去，然后给你发点米、发点油、发点床单、被罩什么的。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求着七大姑八大姨去贷款。价格战熄火，但消费贷的卷并未停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随着年终10点临近，社交平台上涌现不少互换消费贷的帖子。这些帖子大多以同城银行人消费贷任务互换为主题，试图寻找当地从业人员互相办理对方银行消费贷，以实现双方任务都达成的目标。记者深入调查发现，面对压力山大的考核任务，一些银行员工不惜通过同行互贷来冲量，从测额计算任务、形式合规到贴息提款、自掏腰包，再到默认行内报销利息的默契操作，无不反映了当下银行消费贷业务的内卷仍在继续。今年1季度，价格战曾一度使得实际消费贷利率下探至3%以下，后经监管部门指导，从4月起，银行新发放消费贷产品年化利率不得低于3%。我记得咱们当时还做过报道，也聊过这事那个消费贷不是打完折之后最低2.5%吗？然后有的消费贷不是这个额度给你提高到70万，年限给你增加了5年还是几年？后来监管部门进行整顿。那么消费贷利率不低于3%的监管指导至今已执行近2个月，消费贷利率实际执行情况如何？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客户身份走访深圳、上海部分银行，发现目前大部分银行消费贷已经执行最低3%的贷款利率，不过也有银行通过优惠券的方式将消费贷利率降到3%以下。在上海，尽管多家银行坚守消费贷利率3%的红线，但有银行员工为了完成业绩考核而自掏腰包进行贴息，让客户实际负担的贷款利率再度降至2字头。记者也跟网上这些发帖的这个所谓的银行员工联系，试图探寻帖子背后故事。经过一番了解和调查，记者了解到，参与互换的人员通常只需满足当地缴纳公积金，工作满1年即可。记者调查发现，不同银行对于考核任务计量方式不一。例如，一位股份行员工表示，其仅需互换方式完成贷款额度测算即可，测出额度便可记为一个有效户。而更多的银行则需完成提款才能计算任务指标。一位农行员工表示，其所在消费贷利率是3.15%，需要提款才算完成一个指标，而这自然会牵涉贷款利息成本问题。其表示会自己
贴付利息给互换者，提款的话把利息给你，也就是你从他们银行去贷这个消费贷，你把这贷款拿到手之后，因为你要给银行利息啊，3.15%啊，那利息有点高啊，这利息差额银行员工替你补，把钱打给你，你说这个叫自掏腰包贴息啊。另有一位大行的员工也表示，需要在季度末提款，同样会支付产生的利息费用，每个季度末提8天，利息第8天还的时候付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从这位员工表述来看，甚至这笔利息的钱都不需要自己本人出，行里会出，所以想找互相都要提款的对方行里付利息。其表示，所在网点几乎默认了这种方式来冲业绩。消费贷任务的压力并非只有客户经理在承受，甚至在一些银行蔓延至柜员。华北地区一位农商行的柜员称，其每月必须完成2个消费贷有效户营销。稍微方便的地方在于仅需测额而不用提款，但与此同时啊，这也是硬性指标，若是完不成就会被扣钱。也就是柜员啊，你每个月都要拉2个消费贷用户，完不成扣钱。说现在太狠了，很多任务都是按周考核，每周要完成1次进度，不然1周扣300。他感叹道。所以银行的这个底层人啊，银行的基层员工啊，压力也是山大呀。员工压力山大的背后，折射出近年来消费贷愈发成为各家银行比拼的主战场。随着各地提振消费举措的推出，以及银行自身按揭贷款增长乏力，消费贷如今是银行零售信贷的重要增长点。这在多家银行的年报中也可窥见一二。我看到的这儿是觉得银行盈利不容易啊。银行一方面既要保证比去年赚得多，利润呢要增长啊，要不然它股价怎么能稳得住啊？要不然怎么能分红啊？要不然胡市怎么办呢？所以说银行没有办法，它的报表还要修饰，穷尽一切办法找增长点。一方面呢，很多坏账、不良资产等着要爆，所以说银行压力山大呀，银行内卷加剧啊。例如，在过去的2024年，交行个人消费贷余额同比增加超过1500亿元，增幅高达90%。工行、建行个人消费贷余额同比增量也约1000亿元，增速均超25%。招行在消费贷业务上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连续2年增速超30%。这个你不要看它的绝对额好像不大啊，交行个人消费贷余额增加1500亿，但你要知道这些银行的这个个人按揭贷款业务，就那个买房肯定是在下降的，按揭贷款这个下降，所以它必须在这个消费贷或者信用贷这块要增长更快，来抵消住房按揭贷款的下降。所以你说银行员工他压力能不大吗？消费贷利率最低3%，信用贷利率最低2.68%。今年初多家银行一度推出2.5%以下超低利率消费贷，甚至低于同级 LPR， 引发监管关注。商业银行卷利率可能导致银行净息差承压，且放大资金违规流入非消费领域的风险。实际上不管你是什么贷，消费贷、信用贷、按揭贷款，底线应该一样，就利率最低是一样的，或者差额不大。否则的话，比如你消费贷非常低利率那银行里就会出现各种贷款搬家，对吧？你贷了消费贷，想方设法的去还那个按揭贷款，因为消费贷利率低按揭贷款利率高这就会出现这种从银行来看呢，那就是贷款搬家了，那个数字从个人按揭贷款搬到了消费贷。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4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1.52%，环比略降1个百分点，全年净息差较2023年下降17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1季度末净息差进一步下探至1.43%，创历史新低。这回不用担心了，上一次对吧？人行把那个 LPR 下调了，各大银行结果把存款利率统统的下调，但是贷款利率都没有动所以这个净息差保住了，银行的利润暂时也保住。在此背景下，多家商业银行总部发布通知，要求消费贷产品年化利率不得低于3%。此前低于该标准的超低利率产品将暂停发放。不少银行要求未提款客户在3月31日前完成测额或提款。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实地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实探目前消费贷利率执行情况。我们银行可以用手机银行申请，额度是30万元，觉得不够的话可以申请提额到50万元。
元，利率最低是 3.05% 起，随借随还，没有任何违约金。深圳一家股份制银行某支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5月份全行业上调消费贷利率，要求所有银行的消费贷利率维持在 3% 及以上，这都是为了保银行利润呢。在记者表达利率有点高后，该工作人员称4月还有最低 2.58% 的利率，但是因为这个月全行业上调，可以和客户经理申请最低3%的利率。记者在沟通中告知该行工作人员，自己贷款目的是装修，除了利率最低3%的消费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名下有公司，房子红本在手，也就是你房产证在手，可以办理利率最低的 2.4% 的经营贷或者叫抵押贷款。很多人啊，一边手上有钱，银行里有存款，一边房子还有按揭贷款，然后他老是在问，对吧？纠结该不该把银行的按揭贷款给还掉。恒大暴雷以后啊，我这个观点一直就是这样，有钱立马把你的按揭贷款还掉。有人为什么不还呢？有人老是担心，我把这个还了，我手上没钱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没钱怎么办？你看啊，每日经济新闻告诉你答案，对吧？你只要房本在手，你到银行抵押贷款，那个利息还只有 2.4% 啊，更低啊。所以韭菜啊，玩命的把你按揭贷款还掉，对吧？从那个负债状态下解脱出来。我们接着看这个报道啊，他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该行消费贷利率最低 3%， 但是如果个人名下有公司，信用贷可给最低 2.68% 的利率。借款人名下要有公司，不论有没有经营，只要工商状态正常，我们就认可其有公司，并且公司需要成立满1年。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因为国家鼓励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发低息贷款用于经营，公司没有纳税也没关系，贷款人有房产，银行也可以给信用贷的额度，也就是你贷个100万很轻松啊，利息只有 2.4% 啊。位于上海同一家股份制银行某支行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消费贷最低 3.05%， 如果名下有公司，该行有一个针对小微企业主的信用类贷款，要求公司成立1年以上，最低是 2.68%， 额度最高能达到100万元，期限最长3年。那么是否存在其他低利率消费贷的情形呢？记者走访其他商业银行了解到，有银行消费贷利率最低可达 2.88%。 记者来到某股份制银行在深圳一家网点，以装修消费的名义进行咨询时，该行工作人员表示，交社保的白领消费贷利率是 3.42%， 可以贷20万到100万。在记者表达利率太高顾虑后，工作人员表示，有利率优惠券可以领取，领取后利率可能更低。你说他这个贷款条件非常低啊，只要你交了社保，你就可以贷这个消费贷，消费贷的额度是20万到100万之间，利率啊，你表面上是 3.42%， 但是他会给你优惠券，需要是在我行没有办理过贷款且正常交社保的客户。该行工作人员解释道，这类客户有利率优惠券，最低可以办理 2.88% 的利率，不过每位客户的征信情况不一样，需要具体测算。如果您需要的资金不是特别多，没有达到几百万元以上，建议您申请这种贷款。该行工作人员补充道，在上海情形略有不同，该股份制银行位于上海的某支行员工在介绍一款针对上班族信用类贷款产品时表示，公积金每月缴纳2000元以上，中途如有断缴不超过2年，负债方面银行贷款不超过3家，满足这些条件利率会较低一些，一般在 3.2% 左右。新客户、财富客户等群体可领取优惠券，利率会适当降低，但基本也在 3%出头。此外，还有一种信用贷款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名下有公司的客户，额度会更高，但利率也更高，一般在 4%到 5%。 对于个别银行降低消费贷利率情形，近日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通过微信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还是有银行通过优惠券的方式将消费贷利率降至 3% 以下，一方面还是想做到明面上合规，企图以消费券、优惠券来表明其利率
率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银行机构试图用下探利率来实现消费贷优质客户掐尖儿，从而推动贷款业务规模增长。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在上海以客户身份咨询包括大行，也就是6大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在内多家银行，工作人员均表示，即便有新客等优惠券加持，消费贷的最低利率也不会低于3%，也就是上海比深圳要稍微严一点。从咨询的情况来看，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机构当前消费贷利率均为3%起，其中兴业银行的信闪贷在6月底之前活动期间，每周3、周6发放一定数量的3%的利率券。上海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会有优惠券，但就是反正不能低于3%。工商银行某支行工作人员在询问工作单位类型、公积金缴纳金额等信息后，该行表示消费贷产品易融借叫容易借最低利率也是3%。我们一般对外报的利率是3.05%，对于就职于优质企业的客户可以做到3%，这是针对3年期的贷款。如果5年期，最低利率是3.1%。当记者咨询是否有其他优惠活动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前仅有立减金活动可以参与，也就是你一旦授信成功，就奖励你38块钱，单月提款奖励你128，这个七算八算的，反正比3%稍微低那么一点。记者也注意到，尽管监管层面坚守消费贷利率3%的红线，但有银行员工为了完成业绩考核而自掏腰包进行贴息，让客户实际负担的贷款利率再度降至2字头。目前，某城商行上海分行各贷客户经理发了微信，询问是否需要年化利率2.78%的消费贷。当记者疑惑为何利率低于3%时，对方表示，其所在银行目前依然要求消费贷利率不得低于3%，但本月缺业绩，为了完成半年度考核，他决定自己向办理的客户补贴6个月的利息，这个中间0.22%的利息差我会自己贴补给你，一共补6个月，明年再看新的政策。3%的利率目前大概率不会降，如果后面利率降了，会给你发低息券，你也可以选择提前还款。上述客户经理表示那么消费贷利率是否会再次走低？这是银行间的内卷，还是现实情况迫不得已？专家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看消费贷利率在当下环境普降并不现实，更多则是向上述几家零售银行小幅度试探。近年来，消费贷利率持续下行，叠加银行消费贷获客、留客竞争日益激烈，利率价格战乃至地板价已屡见不鲜，故而在此前引发监管部门关注。在此背景下，为何还有机构试探降低消费贷利率？专家对记者表示机构现阶段针对部分客群给出优惠利率，一是试图以量补价，以此稳步拓展零售贷款增量；二是通过掐尖来把控贷款客群准入门槛，从源头为贷后不良减轻压力。针对银行净息差承压的行业现象，缓解净息差压力还有哪些措施？对于银行来说，一味内卷利率确实不利于净息差的维持。专家对记者表示除了加强负债管理、促进多元渠道融资之外，银行机构也需要考虑打造自身获客能力、优质场景挖掘能力以及先进科技能力，在确保风险可控前提之下，围绕重点客群不断迭代，打磨好精品消费贷产品与服务。这个是每日经济新闻它关于消费贷的一篇报道，也就是深圳、上海这些银行开始卷消费贷，员工为了完成任务，不惜自己倒贴这个利息。当然了，这个最终是不是员工自己出也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银行出。这就反映出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消费贷内卷加剧，银行之间竞争所以我们要聊什么呢？我们要聊的就是银行现在对吧，它所面临的环境。我在以前节目也多次说过各行各业实体还有什么这个虚拟经济或者叫互联网经济，大家业绩都在下滑，有的甚至惨不忍睹。这个时候银行还一枝独秀，依然赚得盆满钵满，利润一年比一年多，这个现象合理吗？这个现象能够持久吗？所有的行业都在给金融业打工，不就这么个现象吗？其他的所有的行业都在卷，银行不卷没有道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银行一卷，银行的利润就要下降。但事实上是银行，你看啊，到现在为止，人家净利润没有下降，所以这种反常现象它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第二个啊，就说明这个房地产啊，确实现在拖后腿非常严重。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银行的业务里面，少说啊也有40%，甚至多了可能50%跟房地产相关，对吧？房地产企业开发商要从银行贷款，买房的韭菜也要从银行贷款，所以银行贷款里面40%、50%跟房地产有关系。在过去啊，这房地产蒸蒸日上的时候，这一块是快速增加。你就是不是这个从事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工作的啊，你也能理解到啊，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对吧？少则几千万、上亿的，动辄10个亿、几十个亿，那个授信啊，即便是个人按揭贷款，那也是，对吧？100万甚至几百万、上千万的，对吧？你买套房，你在2线城市、3线城市买套房也得贷款个70、80万，对吧？如果你在北京、上海买房，你贷款恐怕就是300、400万，至少有的是800万。也就是这个，即便是按揭贷款，它额度也比较高，完了还有房子做抵押。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银行开展这个房地产类的这个业务还是比较轻松的。过去啊，这块业务增长非常快，所以说银行就不用卷那些出力不讨好的，比如说消费贷，比如说小微企业经营贷，因为这些业务啊事儿多、坏账多，压力还大，服务成本还高。你小微企业给你贷个200万、300万的，能跟开发商比吗？你给人家办个200万的、300万的贷款，那个程序，对吧？付出的成本都差不多的。消费贷，对吧？贷个10万、8万的，也是要一笔一笔的审。你看现在是蚊子腿上刮肉，蚂蚁也是肉，已经不挑了，捡到碗里都是肉。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好赚的钱他赚不了了，没了。也就是韭菜不买房，然后呢，开发商他也贷不到款，开发商他也不买地，他也不盖房子了，盖了也卖不掉。所以你看啊，银行这最大一块蛋糕现在在萎缩，他没有办法，只好去蚊子腿上去刮肉，完了在这儿还得做出文章出来，让人感觉到哦，我们的业绩还在增长，我们那个业务啊还是蒸蒸日上。实际上消费贷、什么小微企业贷款，这个对银行来说都叫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现在没有办法，它也需要这数字啊，营业额你必须要做出来，利润你可以通过调节，通过报表，对吧？通过各种腾挪，但你这个营业额你必须做出来。所以说银行的压力就大，不计手段，对吧？把这个任务分给职工、基层员工，基层员工就是每个人都得背任务，你一周找2个客户，那客户经理那就更多了，你背得多啊。至于这个业务赚不赚钱不重要，先把业务做出来，而且让人看到增长。所以这个消费贷就开始卷，各大银行为了拉客户不择手段，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的还是房地产不行了。对银行来说啊，消费贷拉得越多，信用贷拉得越多，它付出的成本就越多，以后的坏账会更多。消费贷是信用贷，是没有任何抵押的。如果这么竞争的话，那以后会有人啊专门去撸这个消费贷，各大银行撸一遍，他把自己这有的只要1年的公积金啊，那他把自己包装一下，1年公积金很容易实现的。完了之后，他8大银行或10大银行，每个银行撸上多少万不等，然后躺平，反正不还了，你能怎么样？我觉得啊，以后这个消费贷的这个坏账啊，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大家也知道啊，你在这个行情下，你想挣100万多难呢？但是如果你要通过这个修饰个人的征信，对吧？把自己这个社保各方面显得好一点，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企业，专门帮你走流水，每个月给你打工资，对吧？这实际上都是假的，帮你交社保，你拿钱来维护你这个，好像你在一个非常正经的公司上班。你也有了这个流水之后，你拿着这个去几家银行一撸，对吧？至少可以撸3家银行，一家银行撸个70万，那就200多万，完了之后你不还了，这个他也不能抓你，这是民事纠纷呐，还不起了吗？破产，申请破产，银行帮你上征信，有什么用呢？对吧？你想挣200万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撸了200万，反正不还了，慢慢花。也就是说啊，如果银行再这么卷下去啊，一定会出现这个现象，坏账会急剧上升。第三一个说明什么问题？无论是存款的利息在降低，还是消费贷卷3%以下，这些反映的都是一个事实，就是资金成本在下降。资金成本降这么多，为什么没人去贷款呢？贷款的人越来越多，那资金成本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大家知道吧？供需关系嘛。为什么资金成本在下降呢？是因为需求越来越少，就是大家不愿意贷款，所以导致那个存款利息在下降，贷款利息也在下降，资金成本的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另一个事实，就是没有赚钱的渠道，换种说法就是没有什么优质资产能够保值升值。这就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就是你不要去
去投资。一旦这个社会上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优质资产，对吧？有好的项目，那个资金成本就会水涨船高。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呢，在房价蹭蹭上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社会上投资渠道非常多，年化8%的收益的项目也很多，资金的成本越来越高。房地产暴雷以来啊，这个资金成本一年比一年下降。如果有一个项目，有一个行业稳赚不赔，只要有一个，你比如说股市吧，股市如果稳赚不赔，整个的资金成本也会往上走，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炒股是稳赚不赔的，那大家会想方设法去找资金啊，往股市里投，都在找资金的时候，资金成本就上来了，需求多了，那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股市蹭蹭往上涨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吧，扔到股市里面去，很有可能不要说赚起来，你本金都没了，所以没有那么多人贷款借钱找资金去进股市啊，黄金也一样。所以说啊，资金成本下降，反映出来就是社会投资活动啊减弱，大家都不投资，也不开餐馆，也不去创业，每个人都把钱往银行一存，不管了。现在最确定的就是银行每年给你那1点几的利息，对吧？那是稳定的，那是确定事件。所以说大家干脆存银行，我不要那5%，我也不要4%，我只要那1.2%或者1.5%银行的利息。所以当银行的基层员工在拼命的想办法完成自己的业绩啊，在到处拉客户去完成贷款，就说明这个经济啊压力越来越大，经济越来越低迷。10几年前啊，当你想从银行贷款的时候，那都要人托人呐，到处找人给人送礼，对吧？贷个100万200万出去做生意。现在你看看，你要贷100万的信用贷都不用抵押，手机上都能办，不是你求别人，是别人还求你。所以说啊，从银行卷消费贷，既可以看出银行现在压力是叫巨大呀，也能看出经济形势不太好。如果你看好经济，对吧？你唱多，那你应该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不去银行贷款去做点什么呢？唱多难道是用嘴唱吗？要用实际行动啊，对吧？银行的消费贷利息这么低，2.4%啊，赶紧去贷款，去动起来啊，去买你看好的资产，去投你看好的渠道、看好的项目。就有那么一批人啊，面对着唾手可得的这些银行贷款，利息这么低的银行贷款，对吧？利息这么低的资金，他无动于衷，他反过来指责别人说唱空，对吧？你唱多，那你倒是贷款呢？你看好这经济形势，你赶紧贷款买呀，买，学徐老板，投，学一学那个所谓的投资大佬。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